你記唔記得幾十年前我哋細個嗰陣，阿婆阿媽每逢去到農曆7月初6嘅夜晚，就會神神秘秘咁攞個乾淨嘅大碗，裝一盆清水擺出露台或者天井度過夜，等啲水吸收成晚嘅天地靈氣，然後第二朝一早就會用呢啲水幫我哋洗面抹眼，甚至留起嚟保平安。而家好多後生仔女，甚至乎一啲中年人，完全唔知呢啲係咩寶物，更加唔識得呢啲老祖宗傳落嚟嘅風水大智慧。佢哋將農曆7月初7單純咁當成西方嘅情人節，咁個淨係識得買玫瑰花、食大餐、搞浪漫。其實大師今日要兜頭一盆冷水撥醒大家，將7月初7當情人節咁過，完全唔顧及傳統曆法嘅氣場變化，簡直係攞自己同埋全家人嘅運氣嚟教飛。大家睇下日曆，而家係農曆7月，正正就係鬼門啱啱大開，一年之中陰氣最猛烈、磁場最波動嘅時候。七姐誕絕對唔係用嚟搞浪漫吹桃花嘅，喺我哋正統玄學風水入面，佢係極陰之月入面唯一一度可以化解家宅恩怨、辟邪治病、強行打開財富嘅純陽之門。如果你或者你啲仔女喺呢段時間懵下犯咗我即刻嚟講嘅3大死忌，下半年好大機會惹到一身爛桃花，兼且破大財，之前辛苦賺落嘅積蓄隨時一鋪清袋。但係相反，只要你識得老祖宗留落嚟嘅智慧，避開禁忌，再裝啱一碗正宗嘅七姐水，就可以完美化陰為財，將周圍嘅煞氣轉化為源源不絕嘅財氣大旺。全家人即刻喺留言區打出化煞迎財、全家平安8個大字，啟動你屋企嘅護身磁場。我哋馬上為你拆解呢個被世人遺忘嘅天機。我哋先嚟搞清楚點解農曆7月初7，即係七姐誕撞正鬼月會咁特殊，磁場會咁極端。喺易經同五行八卦入面，7係一個非常特別嘅數字，佢屬於少陽之數，帶有生機同埋破局嘅力量。7月初7，雙陽疊加，陽氣本來係非常之重嘅，但偏偏呢個日子處於農曆7月。呢個陰氣極盛，四圍都充斥住游離負能量嘅月份之中，呢個局面就好似喺一間極度漆黑、極度冰冷嘅房入面，突然之間點着咗一盞極度刺眼嘅明燈，陰陽交鋒，氣場碰撞得非常激烈。喺呢一日，你屋企周圍嘅磁場敏感度係平時嘅10倍以上，即係話，如果你喺呢段時間做啱嘢，你吸翻嚟嘅財氣同好運會被放大10倍。但如果你行差踏錯做錯嘢，你惹翻嚟嘅陰煞小人同霉運亦都會被放大10倍。其實好多人只知道7月係鬼月，陰氣重，但唔知道7月嘅氣場都係有節奏嘅。初1鬼門初開，陰氣慢慢釋放出嚟，到初7係第一個陰陽交匯嘅節點，亦都係整個鬼月裏面唯一一個純陽之力最集中、最適合主動化煞轉運嘅日子。過咗初7，陰氣會一日比一日盛，到7月14、15達到頂峰，到時候你再想化解難度就會大好多。所以初7呢一日就好似上天俾大家嘅一個緩衝期補救槍，趁住陰氣未到最盛嘅時候，先將屋企嘅磁場淨化好，將漏洞補好，後面成個7月都會順順利利，唔會出大問題。我成日同身邊嘅朋友講，7月唔使怕，怕嘅係你唔識規矩。亂闖亂撞，你識得順住氣場走，識得借勢化解，唔單止唔會有事，仲可以將呢股強大嘅陰陽能量變成幫你轉運嘅助力。好多人7月過得唔好，破財生病，是非多，其實都係因為唔識得呢個節點嘅重要性，白白錯過咗化解嘅機會，等陰氣積累落嚟先出問題。呢就係點解我話7月初7絕對唔可以掉以輕心。第一件大師要嚴厲警告，千萬唔可以做嘅死忌就係亂擺粉紅桃花陣，或者喺屋企亂放先搞嘅花朵。好多人受出面啲商業氣氛影響，趁住7夕特登買一大束鮮紅或者粉紅色嘅玫瑰花擺喺屋企客廳，甚至乎買啲粉晶紅繩，想催旺自己或者仔女嘅姻緣，覺得咁樣好浪漫，好有意頭。我話俾你聽，喺平時嘅月份你咁做冇問題，但係喺農曆7月你咁樣做就等於引狼入室。農曆7月陰氣極重，你喺屋企大搞粉紅桃花陣，招惹翻嚟嘅絕對唔係正緣，而係玄學上最恐怖嘅劫財桃花同埋陰水煞。玫瑰花帶刺紅色屬火，喺陰月裏面呢種帶刺嘅陰火最容易擾亂人心智老人家。如果屋企亂擺呢啲嘢，磁場一亂，
極容易喺下半年落入一啲感情投資騙局。而家出面啲騙徒好叻，專門對老人家噓寒問暖，氹到你舒舒服服，然後就叫你攞副棺材本出嚟投資，最後血本無歸。至於後生仔女，喺呢種磁場影響下，極容易遇到虛情假意嘅第三者插足，或者識錯啲專門呃飲呃食嘅爛桃花，搞到原本安穩嘅感情破裂，家無寧日，感情一出問題，事業同財運就一定會跟住大跌，最後搞到人財兩空。我做風水呢行幾十年，見過太多呢類個案。有個住港島嘅太師奶，前年七夕見商場賣玫瑰花好靚，買咗2大束擺喺客廳同睡房，話要同老公慶祝情人節，增添下浪漫。點知唔到10日，佢老公就喺公司識咗個後生女同事，曖昧信息俾佢見到，兩公婆嘈到要離婚。最後請咗好多長輩出嚟勸，先勉強保住頭家。但夫妻感情已經大不如前。仲有個剛剛出嚟做嘢嘅後生仔，為咗拍拖買咗好多粉晶，擺喺房間又帶紅繩，結果識咗個專門使錢嘅女朋友，唔夠3個月，使咗佢幾萬蚊積蓄，最後仲俾人飛咗人財兩空。呢啲都唔係巧合，係陰月吹桃花必然會引發嘅問題。農曆7月游離嘅負能量本來就多，桃花陣嘅氣場就好似磁石一樣，會將周圍陰性嘅爛桃花能量全部吸引過來。你以為係吹正緣，其實吹返嚟嘅都係劫財桃花、露水姻緣，唔單止唔會帶嚟幸福，仲會將你原本嘅好運財氣全部帶走。除咗鮮花同粉晶，仲有幾樣嘢7月都唔好亂擺，比如帶刺嘅植物，好似仙人掌、仙人球、月桂、薔薇呢啲。帶刺嘅植物本身就容易招惹口舌是非，陰月裏面擺是非會更加多，容易同同事、親戚鬧矛盾。仲有紅色、粉色嘅裝飾品，比如紅色嘅燈罩、粉紅色嘅床單、桃花圖案嘅掛畫，呢啲都會增強桃花氣場。7月都盡量換成素色、深色嘅穩定屋企磁場。咁好多朋友就問7月屋企想擺植物旺運，擺咩先至安全又有效？我同大家講，優先揀葉片寬大圓潤、4季常綠嘅品種，好似發財樹、金錢綠蘿、萬年青呢啲植物，葉子圓潤，寓意聚財團圓，又唔帶刺，氣場溫和，唔會招惹麻煩。擺喺客廳嘅東南角，仲可以起到催財嘅作用。記住，植物要養得生機勃勃，黃葉枯枝要及時剪掉，枯咗嘅植物要及時換枯植物，帶衰氣，唔單止唔旺運，仲會破壞氣場。所以由而家開始，成個農曆7月，屋企客廳絕對唔好擺放鮮製嘅紅花、粉紅花或者帶刺嘅植物，保持客廳乾淨、光猛、通爽，先至係保住財運嘅正道。第二件絕對唔可以做嘅死忌，就係夜晚喺戶外露台或者窗邊立誓許願。呢個聽落好似好搞笑，但其實殺傷力極大，受啲電視劇同電影影響，好多後生仔女，甚至一啲貪浪漫嘅中年人，從而喺7月初7嘅夜晚，企喺露台或者落公園，對住個月亮許願，甚至兩公婆或者情侶喺黑夜之下對天發誓，講啲咩一生一世非你莫屬嘅承諾。你知唔知農曆7月嘅夜晚，街上面同大自然最活躍嘅係咩氣場？你喺黑夜之中開口許願發誓，神明未必第一時間聽到，但周圍遊蕩緊嘅陰寒之氣同埋各種無主嘅負能量就聽得清清楚楚。言語係帶有極強念力同磁場嘅，你每次開口講嘢，其實都係向宇宙發射緊一種頻率。你喺極陰之時喺戶外亂講嘢、亂發誓，嗰啲負能量就會順住你說話嘅聲音同頻率依附喺你嘅身上。你以為好浪漫，其實你係無意中同周圍嘅不良磁場建立咗連結。第二日開始，你會發現喉嚨痛、經常失眠、半夜容易扎醒、發噩夢。最明顯嘅係，你會無端端同伴侶發生極大嘅口角，明明尋晚仲好恩愛，今日就為咗啲雞毛蒜皮嘅小事嘈到拆天。本來好地地嘅財運同埋和睦嘅家氣，都會被呢股無形嘅怨氣同病氣沖散。其實除咗許願發誓，7月初7夜晚仲有好多細節要注意，好多人唔留意就無意中惹咗麻煩。第一，夜晚唔好喺戶外大聲叫人全名，亦都唔好隨便答應陌生嘅叫聲。7月夜晚陰氣重，聲音會傳得特別遠，你大聲叫名好容易被周圍遊蕩嘅負能量記住你個名，跟住你返屋。如果夜晚行路聽到有人叫你，唔好即刻回頭，先睇清楚係邊個先應，唔好亂答應。第二，唔好吹口哨，唔好彈指。
呢個係好多老人家都知道嘅規矩。夜晚吹口哨彈指最容易招陰寒之氣，初七磁場敏感度咁高，呢個小動作分分鐘會惹來唔好嘅東西，尤其係行電梯、行巷仔、去廁所呢啲陰暗地方，千祈唔好亂吹口哨。第三，唔好隨便拍人肩膀，亦都唔好俾人拍你肩膀。每個人身上都有3把陽火，分別係頭頂同左右肩膀。呢3把火係保護你嘅陽氣屏障。夜晚隨便拍人肩膀，好容易將人肩上嘅陽火拍熄，陰氣就會趁虛而入。如果有人突然拍你肩膀，唔好即刻猛回頭，慢慢轉過身，唔會扯散自己嘅氣場。我識得一個後生仔，從夜晚去跑步，7月初7晚都照樣去公園跑。跑嘅時候同朋友講電話，大聲講大聲笑，仲吹咗幾下口哨。結果當晚返屋就開始發燒、頭昏腦脹，連住幾日都冇精神返工，連續出錯俾老細鬧到狗血淋頭。後嚟佢媽媽揾我叫佢用粗鹽水沖涼，再將屋企燈全部開着，照咗3日先慢慢恢復過嚟。好多後生仔女唔信呢啲，覺得係老封建，總覺得我唔信就唔會有事。但係磁場呢樣嘢唔係你唔信佢就唔存在，就好似空氣一樣，你睇唔到，但你分分鐘都係嗰度呼吸天地，氣場嘅變化會影響每一個人，唔會因為你唔信就唔作用你身上。與其等出咗事先後悔，不如一開始就小心啲，避開禁忌，安安全全度過呢個月。所以農曆7月嘅夜晚，出面風大夜深，盡量保持安靜，唔好喺戶外大聲喧嘩，更加唔好對天亂講誓言，安安分分留喺屋企睇下電視，聽下音樂，和和氣氣，咁先係保住福氣嘅做法。第三件最容易被大家忽略，但係會直接搞到全家破大財嘅死忌，就係浪費水或者任由廚房同洗手間積住污水。7月初7，傳統講法係牛郎織女相會，天降甘露。呢一日嘅水喺風水上被稱為極陽之水，帶有淨化同重生嘅力量。但好多人喺呢一日依然唔珍惜水，洗手洗碗開大個水喉，任由啲水流走，甚至乎屋企廚房廁所嘅水喉漏水滴水都唔整，或者地下長期積滿一灘灘嘅污糟水。你哋要記住一個風水鐵律，水主財。水就係你屋企嘅財富象徵，七姐誕嘅水係帶有強大淨化同招財能力嘅。你由得屋企滴水漏水，或者積住有異味嘅污水，就等於將上天賜俾你嘅財富，連埋你自己本身嘅命、你財富一齊沖落坑渠。廚房代表女主人嘅財富同健康，廁所代表全家人嘅暗財同排污系統。如果呢兩個地方積水發霉，農曆7月嘅陰氣就會喺積水入面瘋狂滋生，變成損財傷身嘅陰毒。風水學入面水管財呢個道理唔係空口，講白話山管人丁水管財呢句說話流傳咗幾千年，有佢嘅道理。水代表財富，亦都代表氣場嘅流動。活水乾淨水代表正財穩定，源源不斷死水污水漏水代表破財漏財是非纏身。7月初7呢一日，天上銀河對應人間。水嘅靈氣最強，係一年之中水能量最特殊嘅日子。呢一日嘅水帶有純陽淨化之力，可以化煞生財。如果你呢一日浪費水，任由屋企漏水積水，就等於將上天賜俾你嘅財氣白白沖走咗之餘，仲會令陰氣滯留喺屋企越積越多，最後變成煞氣，影響全家嘅財運同健康。除咗廚房同洗手間，仲有幾個隱藏嘅積水位置，90%嘅屋企都有。但好多人都唔在意。第一個，花盆托盤，好多屋企都擺花盆托盤用嚟接水，但好多人托盤裏面長期積住水，唔換也唔到，日曬雨淋水都變質發臭，呢啲死水對應風水上就係暗財泄露，會令你不知不覺中使好多冤枉錢。今日整手機，明日睇醫生，後日俾人借錢唔還，錢就咁散咗。第二個，冷氣滴水，無論係窗口式冷氣定係分體式，好多屋企冷氣都會滴水，滴喺陽台、地面或者外牆，長期唔理，滴水就等於漏財，一滴一滴，日積月累，幾大嘅家業都會漏空。第三個，屋企死角位，比如雪櫃底下、洗衣機旁邊、櫃子後邊，平時拖地唔注意，積咗水又唔抹乾，長期潮濕發霉，呢啲死角積水最容易藏陰氣，會令家人容易有皮膚病、腸胃病，尤其係老人家同細路抵抗力弱，最容易受影響。我有個客戶做建材生意嘅，前幾年生意一直唔錯，賺咗唔少錢，但係近2年生意越嚟越差，仲接連出現虧損。佢
佢話自己已經好努力，但係錢就點都留唔住。後嚟我上門幫佢睇風水，一入廁所就聽到水箱滴滴答答漏水。佢話漏咗好耐，覺得唔係幾多水，懶得整。廚房嘅水龍頭都鬆咗，日日滴水，陽台嘅花盆托盤全部都積住撞水。我當時就同佢講：你呢屋企就好似一個有窿嘅錢袋，賺幾多漏幾多，又點會留得住錢？我叫佢3日之內將所有漏水嘅水龍頭、水箱全部整好，花盆托盤嘅水全部倒乾淨，以後定期檢查佢半信半疑，但都照做咗。大概過咗3個月，佢專登打電話多謝我，話生意終於有起色，接到咗幾個大訂單，終於唔使日日頭痛。其實唔係我有幾神，係我幫佢補翻咗漏財嘅漏洞，漏洞補好咗，財氣自然留得住。好多人揾風水師就想擺嗰陣就發大財，但係最基礎嘅係先將屋企嘅漏洞補好，連漏水都唔整，雜物都唔清，擺幾多風水物品都冇用。如果你屋企有漏水嘅水喉，趁住七夕之前，一定要嗱聲揾師傅整好佢。洗完涼、洗完碗，一定要將地下同洗手盆抹乾，保持屋企通風乾爽，滴水不漏。你下半年嘅財富先至會穩如泰山，揾幾多留幾多，唔會無端端要使一大筆冤枉錢。避開咗呢3大死忌，我哋就已經幫屋企截斷咗破財同惹煞嘅源頭。但係玄學風水除咗要避凶，更重要嘅係要趨吉。我哋要主動出擊，利用天地磁場轉換嘅嗰一刻，強行啟動屋企嘅吸金開關大師。今日就將老祖宗留落嚟，而家差啲失傳嘅裝七者水秘訣，完完全全毫無保留咁教俾大家。只要你跟住做啱呢一步，就可以借極陽之水化解7月陰氣，將煞氣轉化為催旺全家人嘅財氣裝七者。水講求嘅係天時同地利，最佳嘅取水時辰係喺農曆7月初6嘅夜晚11點，即踏入子時開始，一直到初7朝早日出之前，呢段時間陰陽交替，天地間嘅靈氣最重。你需要準備一個乾淨嘅大瓷碗或者玻璃大碗，千祈唔好用膠碗，因為膠質屬火，會破壞水嘅純淨磁場。如果你咁好彩，初6晚或者初7朝早落雨，你可以接天然嘅雨水。呢個叫做無根水，效力最勁，但係香港地高樓大廈多接雨水未必方便，無問題。用屋企乾淨嘅自來水或者礦泉水一樣得。你將裝滿水嘅大碗擺喺屋企嘅露台、窗台或者大門口外面，總之係可以接觸到外面空氣同埋月光嘅地方。等呢碗水靜靜地喺出面放一成晚，吸收夜晚嘅天地靈氣同埋朝早嘅第一線陽光。呢個過程就係等緊大自然賦予呢碗水能量。呢個擺放嘅過程有幾樣禁忌一定要記住，唔好馬虎。第一，擺好之後就唔好隨便移動，亦都唔好用手去搞嗰啲水，唔好成日去睇去掂水，要靜靜先可以吸收靈氣。你成日搞佢，氣場就亂咗，功效就會大打折扣。第二，唔好俾貓狗靠近，唔好俾佢哋舔啲水，動物身上帶有濁氣，會破壞水嘅純淨磁場。如果屋企有貓狗，就擺喺佢哋掂唔到嘅地方。第三，如果夜晚落雨，就將碗移去有遮擋但通風嘅地方，唔好俾雨水、樹葉、灰塵跌落碗度。如果真係有少少灰塵跌落去，朝早收起嚟嘅時候，用乾淨嘅匙羹將表面嘅灰刮走就可以，唔使成碗倒咗浪費。第四，朝早收水嘅時間最好係日出之後1個鐘左右，即係大約7點到8點左右。太陽剛剛升起，陽光唔太猛嘅時候，呢個時候嘅水吸收咗成晚月光同超陽精華，陰陽平衡，效力最好。唔好等到太陽好猛嘅中午先收，陽氣太勁會蒸發掉水裏面嘅靈氣。跟住落嚟就係點石成金嘅大師獨家加持秘訣。第二朝，你將碗水收返入屋之後，喺碗水入面加入2粒粗鹽同埋2個洗得乾乾淨淨嘅1蚊銀仔。點解要加呢2樣嘢？粗鹽喺玄學上係極陽之物，專門用嚟辟邪化煞、淨化磁場。而銀仔5行屬金，代表真金白銀嘅財氣，金生水，水溶鹽。呢碗原本普通嘅清水就瞬間升級成為一碗威力無窮嘅化陰吸金水。可能有朋友會問，點解係2粒鹽2個銀仔，唔係3粒4粒？呢個就係老祖宗嘅智慧，講究陰陽平衡。7月係陰月，陰氣重，我哋用陽性嘅鹽同銀仔去化陰。但陽氣太猛又會衝撞，所以用2呢個陰數令陽中有陰，陰陽調和，既可以化煞又唔會傷到本身嘅氣場。
仲有細節要注意，粗鹽一定要用未經加工嘅粗海鹽，唔好用市面上嘅精製食鹽。精製鹽經過化學加工又加咗碘，天然嘅陽氣已經弱咗好多，淨化功效大打折扣。粗海鹽係大海嘅結晶，吸收咗1800年嘅日月精華，陽氣最純淨化煞，淨化能力最強。銀仔嘅話，用日常流通嘅貨幣就可以。唔一定要古錢幣，流通嘅錢幣經過千萬人嘅手，帶有強大嘅人氣同財氣，效果一樣好。用之前用粗鹽擦一擦表面，再用清水沖乾淨，擦走上面嘅濁氣，先放落碗度。放嘅時候輕輕放，唔好大力丟，濺起水花會打散氣場。好多人貪心，覺得加多啲鹽，加多啲銀仔，功效就會更強。千祈唔好咁樣，凡事過猶不及。鹽太多，陽氣太燥，容易惹口舌是非；銀仔太多，金氣太重，會泄水氣，反而聚唔到財。2粒鹽2個幣係最合適嘅比例，跟住做就冇錯。裝好呢碗七姐水之後，點樣用先至發揮最大功效？初7日頭，你揾一條乾淨嘅毛巾，沾少少呢碗七姐水，扭乾之後，第一時間去抹乾淨你屋企大門嘅門柄。大門係全屋納氣之口，門柄係你每日出入都要掂到嘅地方。用七姐水抹門柄，等於幫你大門口做咗一次深層嘅風水淨化，將出面帶返嚟嘅陰煞之氣抹走，同時打開迎接財神嘅大門。跟住如果你屋企有神台，用呢啲水抹下神台周圍，以示清淨敬意。最後剩低嘅水，你可以用手指沾少少，輕輕點喺自己同埋屋企人嘅額頭正中間，即係印堂嘅位置。印堂係人嘅命宮所在，點上極陽之水可以提振陽氣，令人精神爽利，頭腦清醒。除咗呢3步基礎用法，仲有幾個實用嘅小用法，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去做。第一，木銀包同財務用品，想催旺財運嘅朋友，可以用乾淨紙巾沾少少，七姐水輕輕抹一下你常用嘅銀包、手機殼，仲有銀行卡存摺。銀包係你隨身嘅小財富，抹走入面嘅濁氣財氣先至聚得住抹嘅時候。心入面可以默念財來就手，聚財有餘，心念一致，磁場就會相應。第二，抹床頭同枕邊，如果最近經常失眠、發噩夢或者瞓醒都覺得攰，可以用七姐水抹一下床頭板同枕邊。七姐水嘅純陽之氣可以淨化床周圍嘅陰寒氣場，令你瞓得安穩，精神飽滿，精神好，運氣自然會跟住好轉。細路容易喊驚，半夜喊醒，都可以用少少七姐水抹下佢哋嘅床緣，有定神嘅作用。第三，抹書桌同文具，屋企有讀書嘅細路或者做文職創意工作嘅朋友，可以用七姐水抹一下書桌、計算機同文具，可以淨化學習工作嘅氣場，令頭腦更清醒，思維更敏捷，讀書更專心，做事更順利。至於用剩嘅七姐水，千祈唔好倒落廁所或者污水渠，咁樣係對靈氣嘅浪費，亦都唔吉利。正確嘅處理方法係將水倒喺屋企嘅花盆入面，或者倒喺屋外嘅大樹底下、草地上，將呢份天地靈氣反饋俾大自然。咁樣做唔單止唔會浪費，仲可以種下善緣，積累福德。七姐水裝好之後，用乾淨嘅玻璃樽裝起，放喺陰涼通風嘅地方，7日之內都有效。呢7日你可以每日用少少維持屋企嘅淨化磁場，過咗7日就將剩餘嘅水倒去花盆。唔好留太耐，呢一連串嘅動作看似簡單，但其實等於幫你全家人同間屋做咗一次極度深層嘅風水大淨化同埋能量升級，將農曆7月積落嚟嘅陰毒煞氣全部洗走，重新換上生生不息嘅純陽財氣。做啱呢一步，你下半年嘅財運自然會好似泉水咁源源不絕，思緒清晰，投資眼光準確，遇到困難會有貴人扶持，好有機會迎來10年難得一遇嘅財富大反轉，晚年生活安穩富足。其實講到尾，風水唔係咩玄之又玄嘅法術，係老祖宗教我哋點樣同大自然相處，點樣調整自己嘅環境同心態，令自己過得更好。一碗七姐水裝嘅唔單止係清水同鹽幣，仲係一份對家人嘅牽掛，對平安嘅期盼。你認認真真去做呢件事，個心就會定心定咗，家就安家安咗，福氣自然就來。各位朋友，老祖宗嘅智慧係經歷咗幾千年無數人驗證過嘅。我哋而家社會進步咗，生活好咗，但千祈唔好忘記呢啲保平安、趨吉避凶嘅傳統規矩。風水其實就係教我哋點樣順應大自然嘅規律，點樣調整自己嘅心態同埋周圍嘅環境。七
七姐水裝嘅唔單止係財氣，更係一份為全家人祈福保佑一家大細老少平安嘅心意。農曆7月並唔可怕，只要我哋心存敬畏，唔好去觸碰啲無謂嘅禁忌，懂得運用傳統智慧去化解危機，所有嘅難關最終都會變成我哋邁向成功嘅墊腳石。我知道睇緊影片嘅好多都係長輩，你哋係一頭家嘅定海神針，你身邊啲仔女後生一輩日日掛住返工搏殺，肯定唔識呢啲傳統嘅風水規矩，分分鐘仲打算七夕買紅玫瑰返屋企惹邪氣，或者夜晚周圍去許願。我強烈懇求你，睇完呢條片之後，千祈唔好淨係自己一個人知，你一定要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分享按鈕，將佢轉發去你嘅 WhatsApp 家族群，或者親手發俾你啲仔女同埋伴侶睇。你要話俾佢哋知，7月流流行事要小心謹慎。你幫佢哋把關，教佢哋避開3大死忌，教佢哋裝一碗七姐水淨化磁場，就等於送咗一個無價嘅護身符俾佢哋。你免除咗佢哋破財招災嘅風險，保住咗全家人嘅健康同埋財富。你呢種為全家人着想、無私積福嘅舉動，宇宙嘅能量一定會感應到，上天一定會睇得清清楚楚，因果循環。你種下保護家人嘅善因，最終一定會將巨大嘅福報、平安同埋源源不絕嘅偏財運降臨喺你同你嘅家族身上，庇佑你哋子孫興旺，功德無量。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風水原理解釋得夠清楚，踢爆情人節迷思真係一語驚醒，夢中人急出嘅七姐水化煞嗰陣真係簡單實用，並且真係幫到你驅除咗對農曆7月嘅恐懼。請你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同埋一定要打開隔籬嘅小鈴鐺，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正能量同智慧嘅大家庭咁樣。以後每逢有重大嘅節氣轉換、星象變動，或者有更多快將失傳嘅保命催財玄學大招，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通知，保證你喺未來嘅日子裏面行少好多冤枉路，避開所有破財陷阱，步步高升，財源廣進。最後我想請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觀眾，用你最感恩、最渴望全家平安發達嘅心，喺評論區打出化煞迎財、全家平安呢8個大字。每一個留言都係你向宇宙發出嘅一份強烈祈願，亦都係你正式啟動屋企護身吸財磁場嘅第一步。我會親自喺後台仔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為每一位認真祈願嘅朋友點讚加持，將最強大、最純正嘅平安旺氣送俾你哋每一位。祝願大家農曆7月百毒不侵，平平安安，下半年橫財就手，一家人齊齊整整，健康長壽。多謝大家嘅耐心收睇同支持。我哋下期節目再為大家拆解更多風水天機，祝大家發大財，下次見。